会，一个人究竟能爱几回？当相遇不再深情，是否还愿相聚在一起？当一切都已过去，什么才是最美的回忆？若能够轻易地忘记，回忆是不是变得太多余？这些谜题，请你来思量，这些谜题，请你告诉我。有多少路？一个人有多少伤悲？一个人一生要别离几回？一个人究竟能爱几回？多少分手，一个人一生要别离几回？一个人究竟能爱几回？当相遇不再深情，是否还愿相聚在一起？当一切都已过去，什么才是最美的回忆？若真能够轻易地忘记，回忆是不是变得太多余？这些谜题，请你来思量，这些谜题，请你告诉我。